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。顾西城身边美女如云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？你的脸型很好，不需要动刀。医生，我并不想开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的下巴更尖一点，脸上轮廓更好看一点呢？你如果一定要做调整的话，脸部嘛，打一些瘦脸针和轮廓针。下巴，我可以给你注射一些药物，起到填充的作用。好，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呢？我想快点，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注射，让你做一个完美的新娘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结婚？对啊，请柬不是给你们家送过去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说结婚就结婚呢？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想抱曾孙子。那真爱呢？不找了？真爱继续找，婚呢该结结，结完婚呢该怎么玩怎么玩。没那么简单，结婚了，宝贝儿。结婚呢就是安抚我奶奶的心，我奶奶开心了那就好了。至于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喽。以后再说。好，作为兄弟，我配合你。过2天，我也结个婚玩玩啊！够意思。我的脸到底怎么回事？何小姐啊，根据检查的结果和观察，可能你自身对于注射的药物十分的敏感，再加上你的免疫力低下，以至于引起过敏的反应。